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黄平神。最近台积电又搁变做焦点，因为咱有一个台积电生产全球90%的晶片，我美国实在单就爱伊来搬迁，而且我美国爱提升产量到一半才会安全。但问题是，这一半是毋是会侮死台积电？顺煞台湾嘛，搁较危险。今仔日是由专家到底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大家好。那么第二位，中华科大电机工程系退休教授李伟儒。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科技新报专栏作家林秀明。各位观众，主持人大家好。那么第四位，资深媒体人蔡友金。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先来关心这怎啊一回事？美国的媒体报道，讲川普政府打算要求晶片厂商，伫美国生产的数量爱甲外国进口的维持1:1，就是50%。那无就要扣重税。另外，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嘛讲，台美晶片就要合稳。那么，互社会呢正关注。嘛，风声讲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啊，过去入美国咯，进行着第5届关税协商。为了强化美国半导体产业竞争力，传出美国当咧考虑推动新的政策。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政府打算要求晶片制造商伫进口晶片的时，要确保上款数量的产品是美国本土生产。若无法度长期维持1:1的比例，可能会面临真悬的关税。不过，川普进前已經幾下擺公開表示，講會對外國製晶片扣真懸的關稅。We'll be putting a tariff on of approximately 100% on chips and semiconductors. But if you're buil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re's no charge, even though you're building and you're not producing yet. 除了建议推半导体1:1配额制，针对还未定案的晶片关税，有风声讲，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甲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定年，因要搁一届去美国做第5届对顶关税讨论，卖协商有关晶片关税的232条款。上时美国商务部长罗定尼克提出，台美晶片一边生产一半的讲法，引起关注。Well, if you have 95%, how am I going to get it to protect you? We need enough production. So the idea that I pitched them was, let's get to 50-50. We're producing half, and you're producing half. That has been the conversation we've had with Taiwan. 经贸办表示，未评论美国的讲法，不过会谨慎来面对。谈判的进度嘛会伫咧适当的时阵，甲民众来报告。若国民党立委批评讲，台积电上先前制定，若去互美国强迫，就要分割。台湾谈判的基址惊会乌有去，政府应该爱坚守底线。无排除要求总统赖清德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咱看这新闻报道，包括3段吼，一个就是本队总统咧讲的我关税要甲你扣关税，用这个关税做武器，所以初咱大家讲说无咧讲这么甲中国的因素，毋是地缘政治，结果这商务部长Lutnick就讲咱要达到含稳55分啊，美国甲台湾生产各一半。要提升自济率2%到40%，先莫讲小咱这两位专家来看如何要对2%提到40%这小咱才讲。但是你一时佫讲要用晶片要回流到美国，但是即摆伊佫地缘政治，我咧想这台积电伊是咱咧歪避基罪。还是讲，咱台湾是歪避基罪，这一个政府敢有这个合法的权利
叫一个民营的公司讲，你就爱踮遐生产，创啥，先卖讲有可能无可能，老师。我感觉要安尼做，其实这困难度真悬啦吼。困难度真悬，咱来讲的，这个鲁特尼可以讲的吼，伊讲要一半一半。好，你是要伫景气好的时阵一半一半，还是要伫景气歹的时阵一半一半？厂商要生产这的晶片，伊毋是讲话要生产就爱生产。你今仔要叫我去投资这的晶片，若万一大家讲的讲 AI， 那形容怎啊规个景气，怎啊反转，怎啊落落去？我加出来这的产能要安怎？你美国政府那要甲我保证买吗？今仔你若要保证要甲我买这的产能，当然我无问题啊，一半一半就一半一半，甚至我会当互你美国较济，我台湾较少嘛，无要紧啦。但是伫即马现主是这个情形之下。主要的这个产能要搁伫台湾嘛，美国若要建厂建到一半一半，美国的建厂一定爱增加足济，但是增加足济以后，你若安尼一半一半，拄则我讲的讲景气伊若落落来，这个物件要卖互送，你也有法度甲我保证，你若无甲我保证，今仔日咱莫讲双边的政府款安怎去撬，敢若因家己的股东会，因家己的董事会，伊可能就无法度交代会过啊，就是讲你建厂建啊遮济，你遮个产能你是会当做偌久？台积电伊有遮个晶片的产能，伊是5吨，还是10吨，还是15吨？这你也法度暗算出来。但是今仔日我暗算出来，毋是安尼，是因为对方的政府安尼甲我要求，所以对我来讲，坦白讲啦吼，创普来讲真正爱扣关税，我相信台积电会选择互伊扣关税，因为互伊扣关税，上无我会当避免了。我未来产能然后一寡无确定，若卖袂出去的问题。而且扣关税，你家己嘛使用着啊？对啊，我都高门独起啊。重点就是今仔台积电是高门独起。我嘛美国政府安尼一直一而再而三安尼要求咱台湾的台积电吼，敢若会当证明一个代志，就是台积电的技术真正是无可取代。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咱敢若会当确定讲，台积电即卖技术是真好的。未来即个美国政府伊的要求，伊有法度互台积电做啊到无？台积电伊今仔有法度互伊的技术做啊到，无人有法度甲取代，代表伊内底嘛真侪牛人，真侪头人。即个头人绝对袂有美国政府安尼白母的啦。所以虽然伊想要安尼做，这是对方来讲。对于鲁特尼克来讲，伊是商务部长啊。对于来讲，若真侪厂商愿意到美国去投资，对于来讲，伊就有真侪即个成绩。所以，咱若就伊的角度来讲，咱嘛无需要去怪伊讲哦，伊安尼做是对啊毋对。你会当来就尽量来嘛。吼，你上好是规个拢来。即马花到一半一半，听起来有道理。倒转来讲，咱嘛会当讲，比如讲，咱台湾会当要求伊讲，未来即个国防相关的即个武器会当一半一半无？你。美国，你重视你的经济安全，我台湾嘛重视我的这个国家安全。我的国家安全嘛是你的经济安全。所以，这我嘛未来大家要安怎讲，大家会当甲提出来讲，先莫讲有可能会互答应无？咱上无咱嘛会当对国际来讲嘛。你今仔美国，因为你烦恼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你是烦恼你家己的保卫这个亚洲的能力无够。还是你对着家己是感觉无信心，你若安尼话，台湾嘛甲你分一半嘛，甲你分，无你拿我4啊，你40%当我台湾生产，会当互我补充我台湾本身这自卫防卫的这个能力，这嘛是一个讲法啦。这拢是产业的问题嘛，这个产业嘛会当帮助我的就业，而且台湾毋是无法度来生产，伊是有能力来生产的，所以我是感觉讲鲁特尼克伊讲出这个50%。第一个问题就是讲，伊到底是什么种的50%？景气好的50%，还是景气歹的50%？第二点就是讲，你若要安尼讲，你这个产业有你的需要，我对你的产业嘛有其他的需要，你是不是？无咱若莫讲武器，惊中国会受气，咱无来讲这个民航机啊，对不？你飞机的这个修理会当甲增加较侪产能来支持我台湾这个民航机的产业无？你若有法度增加我台湾这个维修的能力？对着咱台湾的产业来讲，嘛是真侪帮助嘛。因为台湾社会内底，大家嘛一直咧讨论讲，咱是毋是需要遮侪半导体嘛？咱是毋是需要讲咱的出口敢若半导体尔嘛？伫即个机会之下，咱嘛会当找美国来讲，是毋是会当大家好好来讲？因为
对你来讲，你即马敢若重视晶片，我会当重视其他的物件。我是感觉讲未来有做侪变化啦。啊，对着美国商务部安尼要求，坦白讲，对咱台湾人来讲是真正较无理啦。吼，啊，伊有伊的立场，咱嘛爱提出咱的立场。这吼，我无要去拖出去，去讲其他的，我直接搁要问李老师吼，要提升甲韩文55%，这台积电即摆去 Arizona 建迄个厂吼，就提升偌济，啊，搁要提升因来去搁较济。我头要来的时候，我看一个数字，伊即几年所支出建厂已经达到伊当年的资本额的2-3倍去安尼。拜托，你要叫我生产1万，我钱对倒来？我股东敢会甲我同意？啊，而且你要叫我台湾政府去甲台积电讲吗？敢有可能，老师？我想讲，这个问题哦，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啦。哈，因为这技术部分哦，台湾一定有40年的基础啊，所以要取代不容易啦。啊，因为这个时代，咱年轻的时候哦，咱台湾是比较可怜嘛，是一个小地方嘛，所以那时候的心胸是说我们立足台湾嘛，那时候说胸怀大陆，放眼天下嘛。现在这个时机已经变了，以后变成说立足台湾，胸怀在大陆里面2个大陆了，一个是中国大陆，一个是美国大陆，然后放眼天下。台湾培养的这个基础，我是觉得在科技界，我在半导体业40年我是觉得我们实力还不错啦，因为这个产能的话，因为这个半导体的发展是它跟地缘也很有关系，跟地理位置很有关系。那跟20年前不一样，20年前我们要跑美国一趟很难到那边去。那现在因为交通太方便了，台湾到这个亚利桑那的凤凰城，晚上搭飞机，早上就到了吧。因为台湾会在这个20年来会非常好，是因为台湾这个半导体呢刚好在台湾的西部吧，100多公里以内。因为半导体厂的设备是几百台设备，每一台设备都要去调整。设备其实买的都是国外一流的设备，可是一流的设备买来爱维修，不止维修哦。你开始要给 work 的话因为这设备拢是无同款公司台嘛，你这第一台设备做完，甲第2台设备，甲第3台一个生产链落来，经过很多个步骤。问题每一台设备拢是一流的公司生产的，唔到第一台生产的良率做好要第2台设备来生产的时候中间这个界面出问题的时阵，到底是 A 问题还是 B 问题？这个问题的界面真难处理的。这2间公司可能一间在拢在距离很远的地方。咱台湾的好处讲，台积电嘛在新竹为主的时阵，每间公司出来物件从我学生的因拢讲，这台问题出问题的时候，含另外一台问题，到底谁人的问题的时候因敲一个电话，就联络一下，叫来一下。半点钟，大家就一个咖啡厅。敢若收水电的呢？对，你一边设备几百台设备来的你界面真多啦，对等系统。老师，你讲这个例就是讲要提升到55，其实是真困难。对别的国家很困难啦，对台湾要花钱花人有机会去完成啦，不过成本会很高。但是发生在美国啊，美国就是讲以前较困难啦，基本上讲政府的政策，假如说一定要去完成这个的话，我觉得台湾的能力是有办法去达成。规帮人来抓去因为交通方便嘛。这个协力厂商真的这个设备坏掉，就是晚上睡觉，第2天就到了嘛，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当然成本会增加很多因为台积电其实老师我他讲的搁要起厂啊，我这几年我老本拢提出来起厂啊呢。这就因为咱是代工厂为主吧，咱的客户刚才老师讲但这客户其实就是这美国几个大公司吧，这几个大公司其实它就是我们主要客户啊，我们客户比较少，那个零散的客户都是这种大客户。拢大主的，大主伊在出钱啊。叫人大主出钱，爱出钱啊，伊在出钱，伊在先业务款。咱的钱的来源是应该就是全世界。到请客叫鸟来出单。
啊，伊嘛一定爱出来，因为咱的主要的大的钱也解决，人也解决，解决啦。啊，只有咱也在做啦。我们以技术的角度来看，我是觉得我们台湾是就会搞很有啊。可是要跟蔡老师讲的，这是我们台湾的优点嘛，政府应该跟美国去谈判，谈到更好的条件啦，因为他没有我们其实不容易做。啊，你，秀明你感觉呢？我感觉吼，第一就像头啊蔡老师讲的吼，因为吼，阮伊即马吼。半导体变成全世界的焦点哦，其实是差不多对2018年以后才开始。啊，足侪人哦，其实毋捌看过2018年进前哦，半导体哇凄惨的，你知道？嘿，你即马刚看到人即马吼，趁啊乒乓球吼，啊，你拢无看到人以前吼，阮卖出去是，你也知影，我一个工厂，我是24点钟，我拢有人咧做，一档是365工。拢不停的，拢无休困的时阵咯。所以对我来讲，我即晚你叫我去一个工厂啊，你即马刚看到经济就好吼，大家拢想要爱。你又毋捌看过的吼，阮做半导体已经做几十档啊，我有看过哦，迄讲囥伫啊，囥伫啊，都卖袂出去。你无度啊，你工厂，你是工厂关起来才会做作家。毋是啊。我都毋是迄像张忠谋安尼讲，我家己我就抽工厂，但是我捌伫遐做过，对毋对？我伫半导体上面已经做几十档啊嘛，吼，所以我嘛看过讲啊，即摆要安怎啊？即摆卖袂出去，啊，介绍遮尔歹啊，即摆你看吼，你看咱台湾就好哦，迄紫光的迄个时阵，差10档前，好，迄阵中国谁来敢遐尔嚣摆来，伫遐讲哦，我台积电我要买，啊，联发科我要买。啊，迄什么历程啦，什么封装哦，这嘛要买，迄嘛要买。啊，因为迄时咱读大学的时阵啊，咱的介绍较低啊。迄时什么台积电啊，分100几块，啊，我就想，迄100几块尔啊，到迄个什么南亚科，还有存迄个比加两个你毋捌看过迄个时阵讲哦，咱的半导体有偌俗吼？你刚才看到即马讲吼，因为 AI 的关系，所以大家抢咧。啊！你毋捌看过，我迄时阵嘛，无确实时阵卖袂出去。啊！你甲我讲吼，啊！你叫我搬遮尔济，啊！你嘛知影美国的迄个啥物拢贵。啊！我即马走去啊，啊！我拄着像以前迄个情况，啊！你要陪我无？吼！我想讲，啊！若像他李老师讲，你大厂你都要出钱啊。那伊大厂，我来讲啊，像 NVIDIA 啊、Apple 啊，迄种民间的企业吧，你凭啥物叫我出钱？对不对？我今日讲我是股东呢。美国是法治的国家呢，伊毋是中国的。你中国伊会当甲我讲哦，恁遮拢袂当甲我买 NVIDIA。但是我看 Intel 就去检查啊，讲我要甲 Chips 补助转为做 Intel 股份。Intel 迄是因像那 NVIDIA 伊的入股Intel 的原因，伊毋是因为。美国政府的关系是本身NVIDIA伊有需要，像咱想看嘛，即马甲一斤会当咩啦？哦，台积电讲2奈米吼，一个 wafer 卖5万，啊你哦，那遮尔贵吼，啊对他加2倍，啊无你卖买啊，无你甲我讲你收起来就，啊你也嫌嫌贵，你卖买啊，所以对，毋是讲 NVIDIA、AMD、Apple 来讲，伊扶持 Intel 是讲。有第2间，我统少我会当比价嘛，对不对？我无，互你想摇摆吼。当问人甲全世界啊，台湾敢出你这个政治节目，你无要跳我了，我都无通所来通去啊，对不对？你也讲安尼的话吼，你迄个要来吼，你无车马费你嘛是爱来啊。啊，问题是你即马，阮有伊充啊，所以意思来讲，对 NVIDIA 是讲 Apple 还是讲 AMD 来讲，伊有第2间通选，迄本来就对伊有利啊，所以伊较会去入股 Intel。但是你即马你也甲我讲，你叫大家来啊，我先问我，我嘛是有股东爱负责呢。你也确实违背股东的代志，我会当股东会用反映过呢。你川普政府嘛，毋是大概拢赢啊？你个关税，你去反映啊？你联邦政府就甲你拍枪啊，讲你这迄个，你讲你这是立法权，你无法律啊？迄个毋是讲像中国讲吼，
伊要叫政府叫你做啥，会当买啥袂啥，伊无法度。但是美国是法治国家，迄毋是你政府想要安怎就安怎啊！你爱看法院要同意无啊？所以我甲讲吼，第一你也讲真正讲要像我甲讲吼，不管是川普还是卢特尼克，还是讲因的财政部长讲的，其实我感觉迄是迄种一种愿望啊，哦，我希望啦，我的目标啦，吼啊。就有点啊，像讲台湾的有啊政治人物讲高雄发大财，差不多就这意思啦。啊，伊就伫遐发，啊伊要发就互伊发。啊，真正发着做，我感觉是根本就无啥可能做会到的代志，因为你真正要做，好，我甲你讲有足侪问题，你台积电卖无，法院会通过无，迄种问题。所以我提出吼，我伫我的迄面册遐讲吼。有一个统计的方法，唔免台积电嘛，唔免法院通过。你问台湾讲，来做阮第51州，安尼就解决啦，对不对？你100%，你又唔免去问讲台积电啦、法院啦，啊你一大堆问题啊，你又无一定做会到啊，你统计安尼较紧，吼，对不对？安尼统计。来个支持。其实拄仔小明咧讲的吼，这就是大家咧讲吼。干那即马大家拢看到老大咧食肉，无看到过去老大的艰苦咧用拍啦吼。啊，但是另外一个大哥大讲吼，你台积电老大的，我才是老大的，你爱听我的，所以我讲爱安那就是安那。吼，伊即马吼，大家爱了解讲，伊即边讲这个话的背景，就是伊即马关税等于讲。这什么几趴吼，已经过一段路。即马干那针对台湾到底半导体吼，就是这个半导体的部分到底伊要安怎对付吼？啊，拄好伊咧解决讲 ，OK， 辉达、黄仁勋去投资 Intel， 啊，另外咧，伊个参讲啊，除了投资 Intel 以外吼。搁遮个甲骨文啦，吼，啊，搁什么 Google 啦，遮就是伊讲伊从美国前几大间的遮七大公司吼，做一个叫做美国大联盟啦。伊讲吼，美国大联盟不止要互美国搁较好，搁拍去英国去遐签约嘛，签讲吼，阮遮的美国大联盟后日要来英国，啊要来欧盟，要遮做遮的即个AI 啦，吼，遮的高科技的吼。拢是我美国大联盟这大公司来处理，吼啊！但是大家看到讲啊，美国川普去签约了，我请问大家，英国要接受美国大联盟这物件，要发展 AI， 因的晶片要甲谁买？你可能想讲啊，就是亚利桑那啊，这个背景包括啥？包括亚利桑那最近有一个宣传片，吼，宣传讲吼，美国亚利桑那的这个台积电，即马要开始生产啦，内面咧。专注动画，人用足少的，所以拢介绍一寡美国遮的员工吼，啊嘛是科技的人才，但是拄好这个时间，亚利桑那要开始营运，要开始做晶片，所以拄好这个时间，伊要求伊要逼大哥大吼，川普这，因为咱大家讲川普是这个川普投顾嘛，伊即马要逼台积电讲吼，你老大的即马咧食肉，但是咧你爱听我的。所以吼，我即马美国遮的生产咧要爱50%，吼，所以你台湾本来是98%，即马吼你爱减少，啊，咱想讲这边扣关税嘛，是因为咱的顺差伤济嘛，吼，咱若降低一寡，吼，主要拢是遮的晶片、遮的高科技的物件嘛，所以咱若会当降一丝啦，啊，亚利桑那遐开始生产，对98%开始逐啊减，这是台积电。本来计划，但是你即马讲哦，我2028年落任进前，卢特尼克跟贝森特讲，我川普2.0这段时间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啊，请问大家，英国、欧盟、跟后日啊，包括全世界其他美国要去大联盟要拍的这个国家，晶片要甲谁买？嘛是台积电啊，因为拄仔你讲的，就是黄仁勋。辉达去投资 Intel， 伊要做的是啥物？伊要做的是 MBPC 嘛，伊要做的是就是电脑遮的物件，做遮的物件嘛。啊，但是伊要做 MBPC， 晶片要甲谁买？嘛是台积电啊，无可能讲黄仁勋伊过去去日本的时阵，就是这边甲咱偷技术的，即个日本的迄个东京威力科创有无？伊本来伊去后壁是 Rapidus。伊本来去日本的时阵嘛，讲啊，我会当甲日本采购晶片，
伊就是黄仁勋是好人，为什么？因为伊爱讲这个高瞻远瞩、大声好听的话，但是伊面对川普这个大哥大大，甲叫去白宫的时阵，伊嘛是只好讲。哦，好啦，投资 Intel， 哦，美国大联盟好，后日要发展 AI， 我要有美国再次伟大，但是要有美国再次伟大，美国大联盟遮的物件要甲谁买，嘛是台积电啊。但是伊即马安尼讲的时阵，大家看即个关税谈判，你讲咱台湾本来对98%，即马要豆豆减到讲啊，美国就爱40%以上，哈付一半一半，但是。问题就是台湾出去的晶片2奈米也好啦，吼，还是讲3奈米也好，台湾出去的介绍，参美国亚利桑那做的介绍，敢袂使无共款？无可能嘛！啊，你讲你要扣关税，但拄仔蔡老师讲啊，要扣关税，上尾啊爱承受的是啥？是你嘛是你美国遮个大公司要用的嘛？你辉达、黄仁勋要用的，你甲骨文要用的，你美国要用的嘛？媒体家就讲啊，美国的。这某一个这小笼包，跟咱台湾的无共款。无对啊，所以你讲对啊，美国的鼎泰丰的介绍，可能咱台湾的鼎泰丰的介绍无共款，但是问题毋是伫遮，问题是川普即马伊要话大声话，伊要讲好听话，但是大家看讲即个消息，如特安尼讲的时阵。都一人一定会反好讲，啊，即马安尼吼叫做美积电啦，吼，台积电即马会去美国安尼暗稳甲定掉咧，所以伊爱对亚利桑那、对奥里纳建厂，对3个厂了后，佮6个厂、10个厂开始直起，啊，若无要安怎到即个目标，所以大家拢会反好讲啊，安尼台积电暗稳去用定掉咧，稳下。但是大家看讲即个股市，台湾今仔日开盘的即个股市，连续3天。今仔日台积电敢有落价？无嘛，大家嘛看讲，啊你安尼讲，但是第一，你讲大声话做袂到，你超级大哥大大，你讲大声话做袂到。第二，就是你本来可能想讲啊，安尼稳下，但是歹势，美国的台积电的 ADR 佫起价，就是表示讲。即个物件拍袂落去，川普这边可能想讲，我放这个消息会当影响到全世界的市场，但是结果咧无，因为你美国大联盟，你美国遮的7大公司要用的物件，要用的晶片，要靠啥？靠台积电，亚利桑那后壁带一堆，带包括什么晶圆店啦，包括日月光封装啦，就是台湾的供应链，你即马去拍去欧洲，拍去英国，拍去对。你所有要爱提供的物件，是台积电的晶片加后壁才会供应链，所以台商看好，台股看好，台股起互你看，所以这是好消息，这根本都唔是歹消息。这好消息吼，但是阮看到的是，譬如讲，来因讲，95%手机甲汽车晶片来自台湾，但台湾远在9000英里之外，离中国。仅80英里，中国又毫不掩饰要独处，情势堪忧。啊，意思是讲，你这伊要拍你就是啊，我甲这台积电摕来我遮，算做来保护吗？我其实无啥理解讲伊这逻辑是安尼，我敢会当理解一项，伊讲这项话就是讲，我美国优先。吼，刷来才是你的安危啊！我先爱甲你提起来了后，你互你减灾，互你较无危险，啊，我搁较安全，我有国家安全。蔡老师，你安怎看这段话？我感觉对因来讲，就是拄则我一开始讲着讲，伊会以这个国家安全，还是讲经济安全来作为因的诉求，讲希望咱台湾的台积电会当过。但是伫这个方面，你会当去看吼。拄则刘真子啊，主持人拢有讲着，讲咱台湾咧即个做即种小店的吼，去美国卖啊，美特个讲即个物件吼，就是无遐好食啊，较贵吼。咱台语有一句话讲，共款都无共师傅啦吼。你着共款即个厂房出来，但是你环境无共，你做出来物件反正你就无共啊。所以你会当讲即个晶片。你若讲真正因烦恼讲台湾去互中国去攻击，啊台湾卡苏工若真正废，啊这工程师嘛总无可能讲所有的工程师拢有法度走去美国嘛，
那无法度的话，虽然我伫即个美国起即个厂起来，安尼对着即个美国人因的工程师，伊有法度互台积电原来即个晶片，因的即个良率有法度较继续提升无？我相信这是一个真大的问号啦。这若毋是一个真大的问号，今仔日 Intel 伊就袂惊到即种的坎站嘛，吼，即种的情景啊。所以我要讲的是讲。美国伊若真正安尼烦恼，伊若嘛看到即个中国的即个野心，伊应该去增加对着台湾的即个帮助。啊，伊若需要增加对着台湾的帮助，台湾总袂讲我无爱互你帮助嘛。而且即个帮助，像咱美国较早伊会想要去维持整个世界即个会当讲互整个世界即个环境吼较稳定的，因为稳定对着美国人来讲是一个有利的代志，伊的物件会当卖去世界各国。伊的物件的利润是好的，啊，你若互逐个所在拢变到做无稳定的，啊，对着美国人来讲，你讲今仔日若真正台湾真正出现问题，你感觉日本袂出问题吗？你感觉韩国袂出问题吗？你感觉越南参菲律宾袂出问题吗？我相信这是一个真济国家，即个国际政治的专家，因拢一直咧分析的。老师有一个讲法吼，就是讲伊即摆摕这咧甲你谈判。一个零摕一手摕零件，一张摕肉要互你食，啊，叫你爱，你若无听，我关税甲你调关。面对的毋是台积电哦，其实是台湾政府嘛，吼。啊，有一种讲法就是讲，如果若有主权基金，好来，我台湾政府，我主权基金来出这个钱，互台积电伫美国建厂，吼。啊，工程师就一如他李老师讲，来飞去，哦，飞转来，飞去，飞转来，这敢有通解决？这无可能，我感觉这参主权基金这是两件代志啦，吼。就是讲，若钱会当解决的代志，我感觉拢是小可代志。啊，但是我拄则讲啊，这就是要讲，你甲一个工厂，啊，你甲设去即个美国，啊，伊是毋是小工有遮的工程师，有即种的工作环境，还是工作的精神？吼，工作的精神是好听啦，吼，就是讲有即个卖命的精神无？伊有法度，还是讲会当遐短时间，对，伊就有法度去提供你真好的服务。这其实拢是咱爱好好去思考的啊。即个思考是台积电来思考的，所以像我拄则会讲，我甘愿互你扣关税，因为我若去遐生产，啊，迄物件若生产了无好，还是无适合用，我毋得成本比关税较悬。所以伫即个情形下，这对着美国人来讲嘛，无一定是好代志呢。我一粒 GPU 我遐贵，我若装一个有问题的物件入去，迄是毋是就出足大的问题啊？所以你会选上，伊有可能会选台湾的晶片，伊凡是伊无爱就选这个美国的晶片。啊，若美国的晶片无人要买，到时阵要买，美国政府敢要买嘛？无可能。啊，上尾啊，一个上重要的就是讲，今仔日美国政府你若安尼一直要求台积电企业甲你做啥做啥。其实你真侪成本，拄则大家拢有讲到，会刷互即个美国伊家己本身的品牌厂商，即个厂商挡会掉吗？一开始的时阵可能挡会掉，你再来50%，安尼规气即个美国厂商也想讲，无我伫美国50%，我也走来即个中东的国家，我嘛来设50%，因为川普嘛是希望引起中东来投资嘛。大家厂商有哪有可能会走出去？因为市场毋是干那你美国尔，今仔日伊有法度伟大，是因为伊美国的厂商有法度食。全世界市场，今仔日我若走去欧盟，甲因讲我要来你遮好啊设厂，但你遮好啊开发，欧盟会无同意吗？伊一定嘛会足欢喜的嘛。我嘛会当参美国，遮关系毋免讲遐深，啊对着我欧盟伊家己的经济安全嘛有帮助。伊若安尼做的话，咱台湾的台积电压力变成嘛无遐大，伊嘛有可能说对欧盟遐去啊。老师，敢有亲像蔡老师所讲的讲，就美国的晶片。就是不比咱台湾精品芳，良率就是较差，敢是安尼？我想以台湾人哦所受的训练来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的话，也只有台湾人可以解决了。因为40年来培养的人，在全世界有这个经验的，还是台湾最多了。就说工程师来讲，都是接受指令嘛，这个老板。政府说要这样做，他就去做了。在台积电这种高科技厂工作的人，我想台湾的很多人24小时都很习惯了，半夜做、白天做，他都 OK 的。所以以工程师的角度来看，
去把它这些机器设备操作到好，我是觉得没有问题啦。就是蔡老师讲成本高一点嘛，自己成本高一点，两边去算哪边比较合算，那当然就不是我们考量的啦。因为这个美国7大公司吧，它是客户吧，其实真正主要的客户是他，因为他面对的是全世界的市场嘛。那我们的风险也很大，就是像这个刚刚讲说，半导体很惨的时候，很多公司股价剩下2块3块的时候，那时候是很惨呐。那时候可是经过这几年来，其实美国慢慢走出一个引导全世界科技的发展了，它的产值是非常的大，每一个公司的预算，每一年的预算都比台湾的整个 GDP 还大嘛。所以呢，他那个想象已经超过我们的想象。其实美国已经几乎占了70%的这个东西。经济发展，不止就是科技啦、经济啦各种方面，它已经变成一个量体非常大。所以台湾其实很多公司也是说，我看到几个上市公司的老板呢，总经在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你看我们头发都白了。”他说：“因为我们加入这一条供应链哦，不加入会死掉，可加入的话，比这个加也是啊，加也是生不如死啊！就说因为你在这个链头其实很危险，可是你不加入也不行，因为它的加入的产值非常的大，你只要接到这个大订单，你就可以股市也会涨，股票也会涨，什么都好。可是你一不加入，你就完蛋。可是美国人他们以我们跟这个美国这些大厂的因为我们在很多台湾的工厂我们有在接触嘛，他们其实要求的对台湾来讲一个角度来讲是蛮可怜的啦。他下单给你，他要好的，你不好的，你良率不好的东西他是不要的啦。那他只要你好的东西，所以你要生产到那个好的东西。所以很多大公司其实良率没有到它标准，没有到它整个工厂其实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惨。那这个东西其实经过美国人这样的考验，他其实不止对我们施加这样的压力的，每一个这几个韩国啦、日本都是被他这样施加压力。可台湾至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挺的比较好，有生存下来。不然你说三星。这个跟我们类似的这些公司其实他们这一波都没有挺得很好，没有挺得很好。台湾可以挺得很好，我们常常在我们这一代来讲我们就说我们的每一个人，全世界很少像我们这样子。以色列跟我们比较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每个人都当兵当2年嘛，当3年嘛，所以每个人在军队里面都受到很强大的压力跟训练，所以这样的人培养出来。刚好这个年龄层到这个科技业的时候，可以承受得了这样的压力。像我们当年在念书30-40年前在念半导体，我们几乎是24小时吧。我们的学长每天我们早上有时候去学校看，看他们早上都在那里刷牙，我们就问他说你们在干嘛？他说我困着写啊。那他就说他1个月没有回家啦，1个月都在实验室里面嘛。这种精神其实外国人我觉得不太容易，日本人也不太容易。你讲起来，50%也是无啥有可能呢。老师，来，秀敏，我先讲伊讲迄卢春尼哥讲迄50%我其实我会当了解伊咧讲啥，伊讲的嘛是有道理的。我先讲啥乱呢？你也知影你像迄乌俄战争即马足侪晶片内面，你迄。国防的武器、飞弹啦、飞机啊，拢足侪晶片啦。伊可能伊讲的意思就讲你若卡出晶片，伊美国无法度生产。你即马真正大海开始战争的话，我就无飞弹，我要帮助你即马欠晶片，你台湾即马飞弹拢拍了啊，无人机嘛拍了啊，我美国要援助你歹势无晶片呢，安尼我要安怎援助你？伊的意思是安尼，所以。伊讲的嘛是有道理，讲其实伊讲伊的意思讲，你袂当全部台湾你拢家己生产啦，你啊，假使你啊真正修正的时阵，我到时我要帮助你，我嘛无法度帮助你因为飞弹无晶片就变冲天炮飞出去伊嘛唔知要飞一堆所以伊需要晶片，伊的意思是讲伊需要晶片，靠来帮助台湾，所以伊讲的我同意伊是对的，不过。我无同意的是，伊的方法唔对。
用关税这个方法，我坦白讲吼，因为伊的方法甲伊前任的迄个拜登政府无共款。拜登政府讲啊，我是吼，我红萝卜互你啊，我钱互你，好啊你来啦兵营遐来坐啦吼，来坐啦吼，啊我请你食饭啦吼，我看你要食卢斯奎，还是要食啥好要紧，啊全部是我用关税哦，你也无来吼，我都准备要讲你。我是讲吼，我坦白讲吼，我无感觉用关税这个方法有法度成功，有法度叫台积电或者是其他的半导体。对，或者是其他的半导体公司去美国生产。第一呢，想到我感觉无可能哦，因为我已经讲过，你想看嘛，伊讲伊对4月讲迄个对等关税到5月哦，5月时阵讲伊5月就要决定讲，甲你讲晶片要安怎扣税。即摆5、6、7、8、9，明仔就10月4月啊，你即摆有看到讲伊晶片要安怎扣？因为晶片这个物件吼，唔是伊顶礼拜较宣布讲药品要扣100%，迄药品甲晶片是无共款的哦。你药品的话，你即摆去买一个药片一粒吼，啊，你会当直接扣税吼，海关的单号嘛无问题，你会当直接扣，讲本来5块，啊，即摆变10块，哦，可能是安尼袂问题。问题是晶片这种物件吼，你也较输纯粹是讲晶片，好，我即摆问，即摆在座全部所有人。其他，阮两个读电机的有看过真正的晶片生啥款？请问大家人有看过真正的晶片生啥款无？你有看过无？是，你家己电视好，还是讲迄个媒体上面有看过？有人炸一粒啊，一粒饼安尼来啦，啊！但是真正切割出来唔捌看。你唔捌看过嘛？对不对？所以正常的情况哦，你无可能看到晶片生啥款，你一定是看到伊伫内面的，譬如讲伊的电视啦、笔电啦、冰箱啦、汽车啦，还是啥有诶无晶片伫内面。所以你甲我讲你要扣关税，啊，伊讲的足简单呀，有来设厂的吼免关税，无来设厂的扣100%。哦，总统啊部长有讲吼，看起来拢足简单的。就简单，问题是伊这种讲法哦，无法度伫即卖国际贸易的体系，佮甲半导体的产品甲 architecture 咧，无法度，想要无法度呢？好，我问你吼，我莫甲你讲啥物手机啦、电脑啦，迄内面偌济晶片的呢？我讲冰箱就好，冰箱内面有晶片吼，好，本来台积电呢，伊讲台积电呢免关税，但是我问你哦，因为对于这个冰箱的厂商来说，伊希望有就他我讲的讲吼，他希望有多个供应链，不是讲台积电一间来尔，因为安尼较有抬价嘛，哦，伊统就拢有第二个。好，我问你哦，后个月假说伊这个冰箱是联电生产的，爱扣税无？根据部长的甲总统说爱扣啊。好啊，我问你哦，啊，你要扣偌济钱？啊，我问你哦。海关吼，你也有甲海关有拍过，你有甲海关有打过交手过，你就知吼。你的物件入去海关，伊讲你这偌济钱，毋是甲你家己花吼，伊讲5块6。伊讲要准算啦。迄是海关准算的哦。啊，海关嘛袂当讲吼，咱这法律讲嘛，对不对？海关嘛是爱有道理哦，伊袂当讲吼，囝仔吼，阮囝考100分，我心情好，这个关税3块啊。明仔载吼，我甲阮某冤家，好，阮某踢喙，我心情无好10块，你关税袂当安尼扣啊！你法律国家你还会当安尼哦？你惊欢喜扣3块就3块5块咯，袂当呢？你讲你也有法律，你也有根据啊，无咱讲到时人也袂说该告伊法院，甲伊派你败诉安尼要安怎对不对？所以你就会看到，迄敢若冰箱啦尔，啊！你看你个海关吼，你全部用着晶片的选物物件，安尼有偌济？啊！我统计吼，你也真正要对伊的产品，要对经，你也要对内面的精密去课税哦。你的海关统计爱坐100倍，啊！你的迄个关要你看讲这精密到底偌济，你查迄吼，佫几啊个月佫查袂落来。所以你要甲我讲，想怎讲得我到即摆，因明仔载就10万啦，想伊到即摆佫无度讲个，你教我个精密。秀明，安尼来看起来，伊是咧画爽的哦。对啊，所以你看伊一直演，啊，我甲讲哦，想我你也讲好，遐伤复杂啦，啊嘛无可能是，啊无好，我就纯粹头拄仔讲的，大家拢毋捌看过真正的晶片啊，我甲对迄课税就好啊。
啊，问题迄足少的啊。所以你搁看迄个黄崇仁啊，迄个丽晶迄个，伊讲吼，爱买课就课啦，反正吼，阮丽晶吼，无直接出迄个原产的晶片，迄一粒无去美国啦。啊，我也无记，你要课1万拍啦，我跟我无关系，反正你也课袂着我，对不对？所以到后壁伊嘛伤大，伊加袂落，你知影？你甲我讲你这边我讲，迄敢冰箱尔，你就冻袂掉。啊，我甲你讲，你看你的手机内面有偌济晶片，啊，逐共款的晶片，伊佫无共的制造商，啊，你讲要安怎算这分别？你无你甲我讲啊？来歹势，我这吼内面有台积电，有联电，啊毛这个三星的，毛美光的，你要看卖？要看卖？安尼你要靠偌济税？伊海关甲算迄吼，我算几个月佫算袂出来。安尼你要叫美国的消费者要安怎？啊，规工的产品拢等伫迄个报税仓库，啊，拢出不来。啊。So ask Mr. President, how many chips in there? How many chips in this? How much tax do you think we want to? 是安尼哦，来有真姐。其实吼，即马上大的问题，唔是台积电有问题，是台湾政府爱安那面对共和党川普2.0啊，包括伊遮的官员的心态，啊个处理代志的方法的问题。其实我绝对无烦恼讲台积电哦，安尼可能会面对找落去困难呐，吼啊，所以后壁 Intel 参辉达合作了后，是毋是包括三星啦，过去参与合作，还是讲有啥物代志，所以台积电的竞争力，伊的局势会变歹。其实即马上大的问题就是讲，川普即个共和党即个政府吼，即种心态。大家想看卖啊，过去2000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叫做千禧年哦。迄时阵千禧年，大家所有的电脑、所有的物件，要改做就是要跨入千禧年的时阵，爱看啥个目色？爱看 Intel， 爱看 Microsoft， 就是爱看美国4股的目色。迄阵足大尾。迄阵足大尾，全世界就是要看千禧年，就干那爱看讲伊要安怎做。但是即马无共款啦，你看卢特尼克安怎讲？啊，即马95%的手机啊，佮汽车佮啥拢来台湾啊！啊，恁台湾佮遮尔啊远啊！吼，啊若中国你隔壁迄个歹厝边，若要安尼甲你安怎？若要甲你接去吼，啊，是毋是？大家全世界遮的物件拢无啊？所以吼，即个老大的超级大哥大，就是讲吼，你后壁迄个隔壁迄个歹厝边吼，会甲你拍，所以吼，你爱靠我，所以即马吼爱听我的。所以即马是共和党遮的政府官员，即种心态就是讲，啊过去就是美国就是超级大啊，啊现在即马会遮尔啊，就是讲即马诶，即个技术，全世界化水的建档即个地位，那会变做台积电伫遐咧控制全世界，所以有即边是毋是咱看南非就好啊？南非即边讲要逼台湾改代表处的名对无？就是阿强啊，即个外交的中共即个外交的问题。结果，咱甲列落去叫做即个贸易清单内面，结果2天了随改，为什么爱改？就是讲台积电的晶片，咱家己袂使家己当做外交个政治工具来使用，因为美国佮中国拢将台积电当做政治工具来使用，所以咱家己若安尼做，会有危险。所以为什么2天咱随个改掉讲哦，咱对南非即个代表处的问题，咱嘛是用政治来解决，莫用台积电的晶片的无用来解决即个问题。因为即马不管是川普也好，习近平也好，伊即马就是要安尼做。因为过去我拄仔讲到2000年的时阵，迄个时阵中国伊为着要发展家己的 CPU， 伊迄阵我迄阵伫北京。所有北京、上海，大家拢拍啥？中国芯，中国要有家己的 CPU， 叫做中国芯，所以才有威盛、王雪红尾啊，因去投资想要替中国用一个 CPU， 结果尾啊才有华为、中兴个即个包括为什么联电吼，联电即个即个合建会去遐投资。啊，迄个时阵就是因为台湾的半导体稀咧咧嘛，所以迄个时阵才有联电的5合1，然后迄个台积电的。生理嘛歹做，所以20几年前2000出头年的时阵是安尼，但是即马台积电这几年来无共款，全世界技术拢看伊的，所以大家拢想要甲你抢。
啊，共和党、川普政府，即马嘛是用即个心态讲，我过去是老大的，啊，即马全世界拢看，全世界的晶片拢看你的，那对，应该是看我的才对。具体上你有建议台湾政府要安怎谈判？所以即马上大的问题就是讲，台湾政府要谈判的过程当中，要安怎去面对共和党，要安怎面对川普政府，包括你看卢特尼克、贝森特这的人，包括班农嘛，伫遐咧发声，所以因拢要用这甲你台积电当作是政治工具。所以我一点仔都无烦恼讲台积电的技术会去用超越。当然啦，爱看中国啦，因为卢特尼特安尼讲，就是讲吼，中国是要甲你抢啦吼。但是中国即马对我是讲，我家己就足厉害啊吼，因为黄仁勋讲，黄仁勋讲即马 AI 即马中国要发展这个物件，伊即马是叫做啥物？叫做奈秒之差，就是我嘛做者伫咧中国咧做半导体的朋友，因讲因即马嘛家己足厉害，免靠你台积电，也无咧惊你美国，也无咧惊你晶片法案，所以即马台积电较大的问题是中国要家己安怎发展家己的物件。竞争对手是伫中国，啊，中国毋是要靠讲拍你台积电来甲你台积电摕做我的，啊，但是美国安尼讲，就是甲你政治化，再来甲你处理用政治的问题来解决讲，你若无安尼，我关税要安怎做？所以台湾要谈判的时阵，爱利用这个机会，爱知影讲，你美国即马无台积电嘛是袂使，所以咱的优势。当做谈判的工具，毋是去互地咧讲，我着爱乖乖啊听你的。所以台湾要谈判，爱了解这个处境，才知影讲安怎出手才对。敢若像你面对南非这边代表处，你2工了后发现讲我安尼做毋对，我安尼做政治台积电的晶片变成完全政治化，互你中国伫遐咧甲咱逼的时阵，咱着安尼做。所以台湾政府本身爱安怎谈判，才了解讲川普即马要爱啥。啊，老大的听了会欢喜，就是讲，台积电美国的这个亚利桑那会抢，佮台湾会抢，啊，佮台湾才会要协助美国大联盟的这个团队，爱安怎去参黄仁勋、参甲骨文、参这个美国这个7大公司，安怎来配合，大家拢有生意通做，安尼才是大家。共赢，就大家拢会趁钱的方式，毋是互你地咧讲，我若无你听你的话，我就害啊。所以这是台湾的处境啦。是，蔡老师，具体上咱就知影讲，爱甲伊好好啊讲，啊，我这是安怎吼？啊，我台积电毋是我会当主导的，啊，我有真有诚意。但是咱即摆手头会当有的即个机制其实是无做呢咯。咱是要安怎甲伊讲？有就是我他所讲的讲啊，无啊，主权基金来你遐投资嘛，你毋是讲我贸易顺差真济啊？这敢是一个解方，这是头一个。第二个是讲，敢有其他的比晶片搁较致命的、搁较厉害的，譬如讲量子，吼，量子会当定位，吼，会当取代 GPS 这种新科技，小咱两位会当来。干脆甲小回应者，来，蔡老师。其实因为拄仔主持人讲到讲，过去美国伊想要去做这个 Mega 吼，美国在处这个伟大，伊就是第一点就是讲你爱家加买一寡物件嘛，吼，啊若无你就爱去伊遐投资嘛，是，啊所以伊若要去伊遐投资。这个物件，我感觉这是小问题，就是讲，咱台湾有真侪厂商，看大家当化做伙，大家愿意去遐投资，这是一种解法。但是对第即件讲要50%，伊毋是要爱你讲去遐做一般的投资尔。对啊。伊是感觉，伊这毋是要创造伊的就业呢，伊是为着伊提出来，伊讲为着伊家己的经济安全，吼，将来因为你遮的地缘政治吼。相对的这个风险较悬，所以我需要你的晶片，爱来我美国遮投资。所以伫这个情形下，已经毋是讲我要你去遐投资啥就解决了，是我爱去投资上先进的这个晶片。啊，台积电嘛已经感觉讲伊会当去投资啊。坦白讲吼，伫进前所答应的这个1650亿的美金的投资内底，就投资啊皮皮喘啦。
你这样甲要叫我讲，对台湾遮甲要诱偌济人去投资，其实有一个现实上的问题，随意会拄着，就是讲，进前韩国的厂商已经因为因对韩国找劳工去互美国甲查嘛。啊，即马美国又甲要针对伊特殊的即个签证，吼，每一张要收300万的即个台票嘛。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其实美国欠人这件代志，这是现实上的问题。马紧，我今仔甲你答应讲要投资50%，但是我50%我要投资到什么时阵？我要投资到你川普后一任，敢要出来选吗？所以这是现实面会拄着的挑战。所以，伫即个美国来讲，当然伊会想要安尼做，拄则几位来宾嘛有讲过，但是就现实面来讲，其实这个可能性会当讲是愈来愈低。